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8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苗栗头份中华路一间越南的小食店，今仔透早火烧，头家一家伙仔4人，搁一个移工不幸过往。最近国际上 H5N1 高病原禽流感的疫情在炭烧，云林高溪有头一件两家场为着 H5N1，遭毁掉3万外两两，搁上万只的鸡。中国上新型的航空母舰福建号传出伫咧进行电子弹射系统的测试，美国媒体指出讲福建号可能有摘掉，阻止美军协防台湾。新闻开始来看苗栗头份中华路一间越南的小食店，今仔透早火烧，头家一家伙仔4人，搁一个移工不幸过往，搁有一个越南的查某人受伤。附近的民众表示讲，这间小食店的头家一家伙仔4个人拢住伫内底，3楼搁租予其他的外籍移工哦。导火原因爱个调查。透天厝规个互大火烧起，警消到场有水线，赶紧野水拍火。这个越南籍女性火灾发生迄当时为3楼跳落来，脚去钻着送病院。不过警消伫现场敲找，伫2楼找到一个口罩4个人，其中2个人是5岁甲8岁查某囡仔，互救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紧急送病院了，也是救袂回来。3楼阁有一个越南籍女性移工已经明显死亡。切割铁门，然后入室搜救，有4名在2楼搜索到，另外1名在3楼搜索到。监视小组天一更就到现场采证，2点半暝2点，苗栗头份中华路这间越南小食店传出大火，火一烧就无收煞，点外钟才互拍花。警方表示，这栋透天厝1楼是店面，2楼是徛鸡，3楼睡予3名越南籍移工。附近居民拢表示，这间店出入的人是真复杂。他有时晚上会唱歌啊。2个可能是抽烟，不能是电线抽，就是2种可能。但1楼没有失误，看来1楼都没有什么。民众表示，店内动线真乱，搁乌白囤物件，起火原因搁要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火灾迄当时有一个男性移工走去，含受伤的越南女性移工是翁仔某，敢若是非法居留身份。不过真正的原因搁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北地一间资源回收场，伫昨暗7点的时烧起来，因为是大铁厝，真紧就拢烧了了。这间回收场挖进国道2号，嘛真惊讲烟上过大，会影响到国道的行车安全。消防人员是赶紧抢救，嘛加载无人受伤。大火伫资源回收场滚架，现场拢是乌烟，铁片也挡袂掉高温变形。消防局伫7暗时6点58分，派出63个消防人员到场布水线拍火，用来报废的车加上物件真济，互现场的大火是愈烧愈猛。好在在厂内一个员工及时逃出来，无人受困。到现场发现呢，它是汽机车回收厂。那目前现场已经全面燃烧，我们稍早也有救出一名员工，那现在员工安全无虞。大火地点就伫桃园北地区的东乡街，是一站楼悬的铁片建筑，因为回收厂就伫国道2号大南路段附近，遮尔侪乌烟一直向国道窜过去，就惊影响赛车安全。工程车也赶紧到大南路段的路径太平。那现在我们已经利用火点的一个攻击以及周界的防护，那成功压制火势。那目前呢，火势已经获得控制。根据消防人员了解，现场无放危险的物件，烧面积差不多是250平方公尺，好在无人员受伤受困。初步判定，火警员是放伫1楼的报废的车，暗过详细导火原因甲经过，还佫经由火调人员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央气象署今仔发表寒冷的气候预测哦，而且讲今年的寒冷会较烧热，雨量嘛会较侪。今年到明年的春天哦，开始是受到适应现象的影响。气象署嘛指出讲，今年的秋天，西北太平洋敢若有4个风台形成，创下1958年以来哦秋天上少风台的纪录。东北季风一阵接一阵来，真紧就要12月了。中央气象署嘛针对未来3个月的气候趋势开记者会说明。气象署指出，适应现象会伫寒天上明显，要到明年春天热天才会恢复正常。根据气象署的预报，说来寒冷12月到明年2月，平均气温是正常偏高，雨水嘛是正常偏多。在温度的部分，不论是12月份、1月份还是2月份，都是以正常到偏高的这种几率变高，最高。另外，在展望雨量的部分，在12月份的话是以正常的几率最高，而1月份到2月份是以正常的几率为主，其次就是雨量偏多的几率是第2高的。气象署嘛回顾今年秋天的气候，代理主任陈依良指出，今年秋天9月至11月的平均气温明显较烧热，雨水正常，但是南部较多，北部较少。另外，根据统计，今年西北太平洋敢若形成4个风台，创下1958年以来风台上涨的纪录。那在西北太平洋的话，则是有4个台风生成哦。那这4个台风在秋季生成哈，跟同期的气候平均值相比是明显偏少的啊。同期的气候平均值是10.87个啊，这也是我们从1958年以来哈秋季台风最少生成的这个记录。最后，气象署嘛特别提醒讲，随望这预测来看，寒冷的平均气温偏高，不过无代表未阁有冷气团甲寒流，有关系有较冷的时，民众都要穿好少。气象署嘛呼吁民众12月至2月，台湾西部寒冷的雨水有关系较少，就要定上水资源。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最近国际上 H5N1 高病原禽流感的疫情的传烧。芬林的股企哦，嘛出现今年头一件两家场为着 H5N1 高病原禽流感的案例，昨午有15400多只鸡已经杀掉，嘛毁掉35000多粒的鸡卵。防疫所呼吁天气较凉冷，业者就要加强防鸟的设施，还有环境的消毒。防疫所的人员无用力杀鸡啊，加鸡卵集中销毁。云林县国溪乡一搭鸡条，这个月2日自行通报鸡仔有异常的状况。经过采检送验，2号确定感染 H5N1 鸡只，嘛是今年国内寒冷以来头一个 H5N1 鸡只案例。所采取的这个养殖方式是属于立体式的一个养殖啊，整个这个鸡笼的高度超过3公尺哈，所以在整个扑杀的过程里面是相当缓慢的。那总数15374只的这个蛋鸡羊，我们花了3天才把它扑杀完。防疫所表示，这搭鸡条今年4月才完工，因所饲的鸡仔嘛是第一批两鸡，日饲卖掉15400多只两鸡，烧毁35000粒鸡卵。因为寒冷以后天气转冷，多鸟增加，饲鸡场的防疫工作应该要愈定真。这些候鸟的迁徙的路线呢，那经常就是会寻找这些岛链来休息，或者是补充一下它的体力。那台湾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地了哈。那所以说这些可能有带源的这些野鸟，它就会把病毒给带进来。云林动植物防疫所表示，目前为止，今年县内计共12家鸡条感染的鸡只，甲过去3年同期相比，疫情并无扩大现象。不过，当天到台湾的鸡只已经较高碳，呼吁饲鸡场也是要做好附近环境消毒，加强防范，避免损失。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来看中国上新型的航空母舰福建号传出讲，伫个进行电磁弹射系统的测试。这款电磁弹射器只有美国甲中国研发成功。网络有人抛出影片，会当看到福建号的弹射器发射出测试的飞行器，后来落落去海里。美国媒体指出讲，福建号未来成军了后，可能会当有材料来阻止美军协防台湾。社会媒体影片看到一个测试的飞行器为福建号2个将弹射器位置之一发射，然后落入头前水下。中国上新型航艦福建號傳出開始對電子彈射系統進行正在發射測試，為下一步海試做準備。
福建会南非中时影报标出福建会现号10笔，也佫有歼35运行战机甲俗称海盘的空警600固定型无人机，2型战机为航母甲板大射起飞，相当划算。舰载机的配置，福建号是中国第3只航舰，也是第一只配备电子大射装置的航舰。2018年开工建造，满载排水量8万多吨，长度316公尺，应载差不多40只战机。美国上新型的航空母舰福特号甲福建号有大部分同款的电子大射发射甲回收系统。福特号捌伫2015年进行第一摆静载测试，2年了后才可家己动力进行第一摆海上测试。美国媒体用安尼来推估福建号可能的海试的时间。福建号按算2025年完成海试报告服役，互解放军更较有能力延后，或者是组织美军进入断区协防台湾。美国专家分析，福建号设计目标是用伫后美国亚洲的环境，直接挑战美国的海军力量。不过，有专家表示，后美国亚洲的讲法用词无适当，而且是一种有问题想法，因为美国被撤回对这地区承诺嘅存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的桃园机场，伫2019年全球机场的比拼哦是排第13名，也毋过后来排名就开始啦，今年是排第82名。有学者是表示讲，有真侪国家拢趁疫情期间来翻新机场，提升服务。台湾真可惜无趁这个机会来加强软硬体设施哦。学者嘛建议讲，应该要赶紧来引进智慧机场的设计。疫情解封了后，未少民众出国旅游。机场清早出现济人阵，不过桃园机场伫英国 Skytrax 国际机场的排名，2019年得到第13名的成绩了后，逐年退步，今年又搁来到第82名。处在一个不进则退的状况，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非常多的国家机场重新翻新以及重新定位。未来如果第3航站可以尽快的开幕的话，如果可以用数位科技再去降低旅客出入过程里面的繁复性的话，应该可以减缓大家的抱怨。附近的国家机场成绩拢一起袂歹，尤其是新加坡樟宜配合多功能复合商场，受到国际旅客欢迎。日本羽田机场因应东京奥运整修，扩大综合商业设施，依次伫前3名。有学者分析，别个国家拢伫疫情的期间大幅度整修，台湾煞缀无着阵。不过有学者认为讲，桃园机场应该要强化智慧机场的概念。比方说像新加坡的一些空桥对接啦。成田机场的部分，比较年纪大的旅客，他们提供一个 AI 的接驳的一个服务在机场内。那桃机其实也成立一个智慧机场的小组哦，在审视自己的一个主计划之后，在研拟这个智慧机场的一些发展的优先顺序。针对国际评分的成绩退步，桃园机场回应讲，评分的内容包括机场工程、医护、清洁，也有旅客服务等等的内容。桃园机场的作业嘛，包括防检署、移民署等等公民营的单位，后续会持续改善，以服务第一的角度来检讨和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发生警察车驶经过过路线，险去弄到过路人哦。警方是强调讲，伊一定会依照规定来处罚。另外，桃园今年1月到10月无让过路人的处理案件，嘛已经超过1万件。桃园市警察局目前伫2个地区设科技执法的设备哦，12月份会过来增加2个科技执法的所在。画面翕到2月暗时11点多，一台警察车倒弯，驶到回调线进前向打断啊，险险啊，就要弄到一个要过车路的人。警察催落车甲回失的，警方回应讲会依规定来执法。我刚刚真没看到你啊，拍谁啦？拍谁？不好意思。为礼让行人通行违规事实明确。本所将依规定举发，并加强教育同仁安全驾驶之观念，以维护交通安全。虽然今年6月30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通过，提高罚款的上限到6000块，不过无停让过路人的情形，要是不时地发生。即马伫桃园的这个路口，明明都已经青灯，过路人要行过回调线，车煞完全无停。为了加强依护过路人的安全，桃园警察局嘛伫违规的热区，包括中正路、复兴路的路口、成功路、三民路路口，设置无停让过路人科技执法。12月份会阁新增加2个所在，拢总4个所在。选择复杂不对称的龟山区万松2段与真心路口，及容易发生不礼让行人违规热点的芦竹区中正路与中下东路，限制不礼让行人科技执法设备。
并将于12月1日正式告发。根据统计，桃园今年1月到10月，此地无停让过路人的情形，警察拦查揭发9633件，科技执法揭发1911件，拢总是11544件，比去年同期增加11163件。明年会持续规划校园，甲行人安全科技执法。记者综合报道。6月底开始实施交通扣点的新制度，只要封口12点，就要封口驾照。也毋过，洪城讲伫台北监理所的外口有交通黄牛，甲民众软空芳，讲检1点应收2000块。公路局是表示讲因目前无查到有这款的状况。交通违规记点新制，6月底开始，毋过真侪职业驾驶是哀叫，满12点就会被吊扣驾照。毋过，顶悬有政策下面道对策，即马交通黄牛看到非法相机，划价1点转移收2000，而且当场就伫监理所外口咧划价。先扣的都扣了钱了，我们来回去整个钱的。这个哪是工钱？若违规行为人甲车主无同，车主爱申请将记点转移予驾驶人。毋过新制执行了后，台北市违规记点短4个月，就将近20万人申请转移，有机关都积极，这当中有偌济是黄牛咧。因为呢，当时他们在这个转移的时候，他们并不用去认说到底行为人是谁，以至于所有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可以拿一个不是当事人的一个驾照去做转移的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就是帮交通黄牛开后门。公路局回应会伫网络甲市民申请加注建议，目前也无发现同款的情形。那查到不法行为人会牵涉伪造文书的罪嫌。不管是不是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或者新北市裁处，都是公务机关来做一个审核。假如说民众提供不实，又此公文登载不实，或者是涉及刑法伪造文书的一个刑责。台北市机关红湾进前会。买演唱会或者是球赛门票，拢有实名制。若发现一寡民众拢是被转移点数，安尼明显就是人头，应该积极调查。台北市长周迈安伫质询当中是回应，2个月内会研究配套来验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指控民进党的立委陈定辉的中英大学经营管理研究所的博士论文有1/4的内容是抄的，真侪拢是抄维基百科。也毋过，陈定辉嘛是出面回应讲，伊讲拢是家己写的，绝对毋是抄的。伊要求国民党回实的。今仔早起，伊嘛去台北地检署对国民党提出告诉。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搁在谈这抄袭的风波。国民党指控民进党立委陈定辉的中英大学经营管理研究所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经过比对，抄袭的比例25%，达到1/4。根据中英大学的标准，论文抄袭的比例超过13%就无算原创性，这代表陈定辉的论文已经超过标准。国民党讲陈定辉毋但是抄别人的论文，也无标明出自倒位，甚至真侪拢是抄维基百科。这就是很明显100%，你在论文的正文里面就公然显示出你就是在抄维基百科嘛。那各位，这是一份博士论文，陈廷飞是博士，读到博士了，连维基百科的抄袭的相关的内容、引注的内容都有问题。国民党表示将会具名检举，也质疑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伊的学论标准，这敢若是空随报纸啊命。陈廷辉是开记者会反击，提出伊的论文捍卫家己的名誉。国民党，你要不要跟我道歉？讲迄当阵伫咧经研究的对北时阵，正拄好是桃园新界江这直辖市，台湾变做六都，所以决定做六都行政管理绩效的研究。尤其论文的文件有邀请行政院、立法院部分党派立委、六都的政府官员、六都的市议员来写，研究的 data 实际是原汁原味。他们国民党的议员、立委、议长，当时候。谁有写过我的问卷？有2个人写过我的问卷，一个叫江启臣，一位是杨琼英。陈廷辉讲，伫立委登记进前，论文已经搁再用电脑确认过一遍，当会去考验。除了要求国民党是道歉，也去北检按铃申告，未阻止这种抹黑的风气。
记者综合报道。明年1月13号特别选举咯，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列出12项改革的承诺，呼吁要参选的立委拢来签。内地民众党不分区安全名单的黄国昌有来，民进党、亲民党、还有时代力量甲欧巴桑联名立党，也拢有派代表来参加。正常国会，正常国会，正常国家，正常国家。大声喊口号来参加的立委参选人签署国会改革承诺书。离大选投票无甲2个月，公民监督国会联盟邀请各党来参加记者会，希望继续深化国会民主。台湾人民呢，在这个中共这种军事的威胁、区域的高度的紧张不安的形势之下，台湾人民呢如何做出对于民主价值的坚持。公督并希望参选人在选调立委了后，公布工会助理聘用的资讯，积极推动国会助理专法，继续支持立法院设立开放国会委员会，让国会更加透明。各党出席的代表嘛，拢肯定继续推动国会改革。我是代表民进党承诺我们今天公督盟监督的项目，我想只有公民社会持续监督，我们的国会才能够更开放、更民主。那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更用力的监督所有的国会议员。我们全力的支持推动改革，但是呢，在未来如果又要修法的话，要如何规范所有民意代表的专职化？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应该是在更深入的讨论，然后更通盘的考量。小欧盟在这边加码，希望所有与会的政党一起来推动参政平权的政策，让所有多元的候选人进到国会。公督并提醒选民都要减少手头的每一张票，亲像政党票的补助款，1票是50块，每一张选票拢甲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嘛，呼吁未来参选人若是选调立委，都要尊重家己手头的权力，替民众监督政府，捍卫公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乌海沿岸的克里米亚跟罗西亚南部最近风台所以做大水，造成至少有3个人死亡，有将近200万人无电通用。克里米亚嘛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乌克兰南部的港口都市敖德萨嘛因为落雪，高速公路关起来嘛有5个人意外死亡，10个人受伤。大型一直拍伫咧岸边，真侪所在淹水。风暴侵袭乌海沿岸，克里米亚甲俄罗斯南部外海所在，真侪建筑物损害。克里米亚环境管制部门讲，这场16年来上强的风暴，上强的风速有到时速144公里。Точки, которые люди торгуют, тоже очень мног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рямо там весь город в них нет, я не скажу, но есть, конечно. Прямо перевернутые ларьки,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вот такое вот. В основном деревья. 克里米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8月休假1天，学校、幼儿园甲一寡社福机构关闭。当地居民被要求爱踮伫咧厝内，较莫用车。俄罗斯的能源部讲，克里米亚半岛甲俄罗斯南部有要甲200万人无电通行，已经疏散几600人，也佫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乌克兰南部的港市敖德萨也受到暴风雪加强风的侵袭，有10几条高速公路因此封起来。乌克兰全国有超过2000个村停电，有一寡所在雪是积到2公尺深。Катастрофа, конечно, серьезнейшего масштаба. Это даже не городского, а счита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ому что осталось порядка 150-200 человек, жителей нашего поселка. На жаль, станом на зараз є загиблі, найбільше в Одеській області 5 людей. Мої співчуття рідним та близьким. 伫咧这场俄罗斯发动拍了21个月战争，虽然发生极端的天气，但是几落班的乌克兰士兵依然守伫咧前线，因为大家拢会担心莫斯科可能会伫咧今年冬天对供电网络进行空袭。公视新闻李伟林编辑。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协议双方停战4天，即马佫决定讲要佫延2天哦。负责协调的卡达嘛已经正式对外宣布，美国白宫嘛证实，也毋过以色列方面是还未公开对外说明。以色列妈妈齐恩251天总算甲8岁甲15岁2个宝贵查某囝团圆，即马安尼希望佫加2天，因发生伫其他的人身上，无论是以色列人也是巴勒斯坦人，各种协调的卡达支持表示，以下同意休战的4天协议佫延2天。这哈马斯官员伫接受路透社电话访问的时阵表示，休战的条件甲之前讲的同款。Hamas has committed to releasing another 20 women and children
over the next 2 days. 真侪相关的声明拢无说明所去被放偌济经济。不过，埃及国家新闻局长拉什万进前嘛表示，交换有以色列20位人质，巴勒斯坦人60位犯人，也有温准援助不足的车进入加沙。It's a glimpse of hope and human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darkness of war. Even with that additional amount of time,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satisfy all the dramatic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in Gaza. 根据原本27暗时结束的休战协议，有11个以色列人抓13个巴勒斯坦人放出来。白宫表示，这个人质当中有2名美国妇女。哈马斯讲已经收到以色列所份要放出来巴勒斯坦人名单，有3个女犯人，30位未成年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表示，已经通知人质的家属。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再来看北韩顶礼拜六进行地方议会选举，这届的选举竟然有选区出现2个候选人，领导人金正恩冇去投票。北韩的媒体是指出讲，这届的投票率超过99%哦，是正港的民主。也不过外国媒体是认为讲，北韩会让百姓出来投票，是为着要查户口。投票所外口，民众拿唱歌、拿跳舞，穿着传统的正式服装去投票所，认真看公告的候选人资讯，搁政治建筑投选票。北韩2举办地方议会选举，这是美时党第办1届的都市军人民会议议员选举。 평양시 제220호 선거구, 제120호 분구의 선거자들도 높은 알곡증산 성과로 지방인민회의 대의원 선거를 맞이한 자랑을 안고 선거에 참가했습니다. 这个地方选举受到8月修改的选举法影响，部分选区静态的唔但只有1名候选人参选，是增加到2名候选人。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这个投票率达到99.63%，表示人民会当家己投票选出人选，实现民主甲履行公民的义务。 佮看出国家领导人金正恩亲身去险境南道一个设置伫个机械企业的投票所，代表性的投票予工人阶级的候选人。报道指出，金正恩的出现真受工人欢迎。伊佮伫个投票了后，视察机械工厂，对开发压缩机的进展表示真满意，强调要甲领导经济的机械制造业赶紧提升到世界级的水准。虽然这届投票率达到99.63%，也毋过相比顶一届2009年的投票率99.98%，也是减少0.35%。外国媒体分析，安排人民代表性的投票，嘛是当局实施变相的人口普查的方式。国际新闻台宋平益。再来看电动车的大厂特斯拉伫瑞典的工厂员工发起罢工，码头的工人跟瑞典的邮局嘛做伙罢工哦，拒绝帮特斯拉送货来消停。特斯拉嘛去告瑞典的交通局甲邮局，反映是裁定讲交通局得爱护特斯拉，会当请人直接去仓库载货。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伫咧瑞典并无汽车组装厂，但是设有零组件生产据点来支援伫咧其他国家的特斯拉工厂。今年10月时阵，瑞典厂的130名技术人员因为资方拒绝接受所谓的薪资一体协议而发动罢工。特别注意的是，瑞典比其他的欧洲国家还佫加出一种同情式罢工，譬如讲为特斯拉管理码头仓库的工人，还佫邮局的人员。 虽然不是特斯拉的员工，也过会当因为同情特斯拉技术员而拒绝为特斯拉送货。面对特斯拉主张要另外找人替货送货，工会组织讲无法度理解。Och det där har inte vi sysslat med i Sverige sedan 1938 ungefär. Därför det har varit man kan säga en överenskommelse mellan oss parter att vi beter oss inte på det viset utan vi respekterar varandras konfliktåtgärder. 特斯拉控股交通局怎么暂时胜诉，会当家己自码头仓库提货。也若控股邮局的案件要求运送所有地址是特斯拉工厂的包裹，也孤单反映裁定。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另外一个事业的重点，就是并购推特了改名的 X。最近因为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出现真侪受愤的言论。马斯克伫最近到以色列访问，先后会见以色列总统赫佐格、总理纳坦雅胡、加国防部长甘兹等政府高层。伫参访国会，一个10月27和哈马斯攻击的社区了，马斯克加纳坦雅胡伫咧 X 社群平台开语音的直播。
双方同意讲，若是要中东和平和巴勒斯坦人有好日子通过，就要消灭哈马斯加受困犹太人的言论。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来看今年台湾国际品牌价值的调查，华视电脑今年是搁再摕到冠军，出世科技跟联发科嘛拢有入围。有专家是认为讲，咱过去的品牌是以消费电子为主，即卖有工业制造、健康，阁是偏产业，品牌是愈来愈多元。也毋过，全球500大品牌的台积电、富邦银行，阁有中华电信哦，拢无伫今年台湾前25大国际品牌内底。协助台湾企业发展品牌，经济部产业发展署委托台经院制定辅导各产业的品牌。二倍早起公布今年入围台湾25大国际品牌名单。专家讲，提升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重要的关键就是强强联手。如果能够强强联手，除了我们自己的品牌之外呢，也能够跟国际的大厂有一些嫁接合作，那可以让我们的品牌能够更成为一个领导的一个方向。伫这边入围的名单内面，华硕电脑继续排冠军，过来是出世科技、联发科技、加旺旺食品、加研化公司。另外，特特电子因为伊应用国际永续减碳的流行，导入内部碳定价碳费机制，国际甲收到的碳费导入能源管理或者是再生电力，所以也入围。我们去年呢，完整的收了一年，用300块美金的碳费，帮着我们公司呢做了大概有200多项的节能产品跟技术，还有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那这样呢，带动了我们节能了16.3%。特别注意的是，由英国知名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强所公布的2023年全球品牌价值500强内面，包括第一遍正本的中华电信加富邦银行，也有台积电3间台湾的企业拢上榜。但是无入围这边的前25大国际品牌。以台积电现在的一个股东结构来说的话，事实上呢比较多的是所有的外资及法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这样的一个台湾价值的排名来讲的话，很有可能会把它排除在外。专家认为，台积电可能因为外资国加上半导体代工无品牌商品，才无入围。观察今年入围的品牌，大部分拢是台资为主，但是所来就像是社会或者是电动车产业，可望会让真侪未来国际品牌名列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国际经济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高利率，所以经济成长是真有限。过来有经济学者是表示讲，明年美国联准会可能会伫6月开始降利息。以过去的经验来看，明年各国股市有可能会开始大起。受到全球景气甲去年同月比较积极因素的影响，国发会公布10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16分，比顶个月减1分。顶号嘛转做是代表较歹的拿定，引发各界关注。所来国内甲全球经济的走势，国内经济学者讲，明年全球经济会呈现成长较慢的情形。联准会可能在明年启动降息循环。美国经济成长动能，那在它的民间消费以及那就是说非住宅投资的带动之下，仍然能够维持相当不错的一个成长动能。但是到了明年年中左右的话，它可能必须要采取预防性降息，因为那如果说不适当的那调整它的货币政策的话，那会遏制美国后续成长动能，那因此会让美国经济急速的恶化。罗伟表示，联准会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的第一季，若是持续升息一码，按说明年第2季开始会有4码降息的空间。在经济形势甲货币政策的变化之下，卖同步影响市场的资金，致使国际资金的流动无稳定。目前预估，明年美金的指数波动的区间在98至105之间，新台币汇率有可能在31.2至33块的之间。以过去的经验，当联准会停止升息了后，成熟的国家股市有机会出现12个月连续拢起的走势。也许这个上半年稍微做整理一下，或甚至于说这个涨都拉回一下，但基本上我们认为说明年下半年它的表现机会会优于上半年。虽然8月美国股市表现有小可扭转来，不过台股早盘无受到影响，开盘虽走悬大起200点，指数重新徛到登去17300的关卡。分析师认为讲，因为美国反弹受惠，台湾 GDP 预估会增加到3.08%，库存去化结束，甲企业获利重新登去正常的轨道的情形之下，预估明年台股指数区间的观点可能会较慢倍。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指控讲，为伫新竹宝山的有钱家园建案违法扩建。虽然这扩建案捌做过宽频变更的比查，也毋过这比查案是违法的，应该是无效力，所以要求讲环境部应该爱调查。是这起新竹宝山有欠家园的建案，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指控建商涉嫌违法扩建，而且出现基地降低问题。针对这点，新竹县政府已经驳回讲这是不实的指控，开发案拢照开发许可内容来办理。不过陈椒华早起搁一届开记者会，讲这个案迄当阵做宽屏变更，所干那有比查，经过比对，这个案件的开发面积毋但无缩小，还阁新增加42栋建筑物。很少看到这样子通过环评，然后他爱怎么盖就怎么盖，就以市值来计算，我们就是好几亿啦哈，我们估是说5亿。陈椒华表示，宽屏变更案无实质的审查，颠倒是用比查，依法是开发案产能或者是规模降低。不过开发单位虽然讲起人家厝的比例有降低，不过国土保安用地、甲公有地拢加几啊栋建筑物。不离。那阵啊，讲地动，你的厝上边啊，你个淹落去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瑕疵。我们要求要撤销这个备查。107年的备查内容跟现在执行内容是不同的，这一些事实跟这个相关的疑义呢，那当然应该要由这个县府来做厘清哦。这个开发案到底敢有违反比查的内容？环境部表示，需要新竹县政府来厘清。不过陈椒华只支讲这是纠权兼裁判，所以会告发。因为环境部环境管理署指出，这个案若无以宽屏审查的结论来执行，会要求开发单位提出环境调查，甚至是影响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壮围乡的28线的乡道，是宜兰市到壮围乡东西乡的重要道路。县政府向交通部争取拓宽，今仔嘛举行通车典礼哦。也毋过道路的拓宽，拢需要征收农地，嘛会影响到农民的权益。县政府嘛表示讲哦，因会向中央来争取修改农法条例，来提供农民保障。伫2063甲鹿谷城中，宜兰壮围乡28线乡道正式通车。这条宜兰市到壮围乡东西向重要道路，过去就6到7公尺宽，经过地方政府甲公部门协调，最后利用水利用地拓宽到9到10公尺宽。28线会当讲通往咱的壮围通往咱的宜兰这当讲哦盼望很久了，这嘛是咱地方所盼望的。原本地方希望透过征收农地方式拓宽到15公尺，因为部分农民土地被征收了后，无达到农法条例规定农地面积0.25公顷引起农舍标准，影响土地价值，无同意征收，最后只好利用水利地顶公有土地。征收一部分之后，结果挂好了，村的土地无到2分半，那就影响那一块农地以后，他这个。迄个农民伊要起农舍，迄个资格。除了28线宜兰县，无论是县乡道，也是未来高铁特定区甲第62线快速道路，这工程拢拄着同款的问题。县府提报中央，希望能争取农业部修正农法条例。这个部分目前中央地方建设平台还在列管中，那我们也是不定期的会跟中央来争取。县府希望农法条例规定，农地爱护0.25公顷才能启动下，应特别因为公共工程被征收，无伫咧限制但书。不过农业部初步表示，因为农地当中暂无修法规划，县府指出会继续争取甲中央沟通，互农民权益受保障，也对公共工程征收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大开集团经营的大开新农场哦，要关门了。公司是表示讲，因为维护的成本上过悬，12月中就要关起来，土地会幸福退付费。也毋过哦，员工甲这些动物未来要安怎来安排呢？公司是也无回应。大开新农场2010年由大开集团向退付会大东农场组的14公顷内底有生态池、马场、加高水动物区，免费参观，一直拢是游客上喜去的景点之一。即马要关门，大家拢真唔甘。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可惜啊！你们大概来过几次这边？我来了2次了。接下来我生活要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孤独老人一个，没有收入了，怎么办？
大开董事长柯文伫社群媒体指出，农田维护成本无法度达到收支平衡，所以决定为12月15停止对外开放，各种土地高行退付费。相关人士甲动物气象引起关注，不过大开集团无愿意回应。县政府这边呢也会来辅导他们转职或其他的辅导的一个部分。那目前的动物安置上呢，现在县政府也发文给台开。希望台开可以妥善来做一个移置哈。官方强调，因为农场连接南北边脚踏车甲步道，沿线陆续地区惠兰农道受限区未来土地形体付费了，官方的研究是不是要做？另外，卖场甲咖啡会柜景点，但开始表示继续营业。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解决农业欠工佮老化的问题，大家对于智慧农业拢有真侪期待哦。科技会讲来合作，监控天气、转药啊，对于农民来讲哦是真利便。毋但少年农民有兴趣，年纪较大的农民嘛有心想要学。一大片乌仔田伫咧高雄架山的山峦顶悬，若靠人工巡视，就要开未少时间。透过天气监控设备，只要甲 App 拍开，就当即时掌握天气、土壤湿度甲温度等等数据。可以看到土壤的湿度、电导度，就不用特地从另外一个田区再跑来这里。台湾农业长期欠工，一年欠超过10万人。农业部虽然推动农业做山工等计划，嘛敢若会当暂时解决。针对这个问题，高雄市最近引进智慧农业，像自动护水、自动除药等技术，会当帮助农民省时和省力。联动方式，我其实在家设定好，我就省了半天的时间。那1个月如果我要喷10次的话，我就省了10天的工作天。对，那在上面又可以及时去监测我们的水量，然后喷水的湿度。这部采样了后，扫 QR code 地当同时登录，连个写纸本，为雨水到航达作业等等，都会当靠科技监测调配时间。不过因为真侪仪器拢是电子化操作，目前使用者多数是青农。老农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客群嘛，哈，那所以我们会透过不断的一个举办一些公听、一些说明会，哦，让我们的一些服务的厂商能够跟他们面对面，实际的知道他们的一个需求。高雄市府2月透早举办智慧农业检讨会，透过技术推广甲宣导，希望除了青农以外，嘛会当说服时代加入智慧农业，毋但解决欠工，嘛会当讨农业能力老化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大肠癌是咱国人10大癌症的第2名，早期拢无啥症状。国民健康署是表示讲，粪便检查阳性反应的人，得到大肠癌的风险是比一般人高20倍到30倍。所以对今年6月开始，民众若是体检异常，健保署就会主动来追踪协助就医。今年60外岁林先生今年8月因为身体无爽快去病院看医生，顺便接受粪便检血检查，想要到检查异常，进一步照大肠镜，才确诊是大肠癌第1期。好在在经过手术治疗，已经得到控制，即马回去上班，也个人甲太太斗阵赛车环岛旅行。我平常也有规律的在做运动，所以觉得自己也是健康的。那做了筛检才知道说，是属于阳性的。国健署表示，大肠癌是国人10大癌症发生人数第2名，110年新增个案有1.6万多人，其中将近90%发生在50岁以上的民众。而且大肠癌早期容易无症状，个人透过体检才能找到病灶。研究显示，粪便检血检查阳性的人，得到大肠癌的风险比一般人悬出20到30倍。若超过半年无做大肠镜，得到癌症的风险会增加3成。若一直无追踪，大肠癌死亡率会增加6成4。接受筛检婴儿发现的病患里面，他的癌症低级别的比较多。4期的病患比较少。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呢，发现他的民众来这边是阳性的部分，可以主动把这些民众再找回来，而且告诉他说，你可能需要做一个进一步的确诊。国健署强调，大肠癌体检是阳性人，每2人就1人有大肠息肉，每20人就1人有大肠癌，所以鼓励50到74岁民众每2年会免费做1摆粪便检血检查。若检查是阳性人，一定要到病院进一步确诊，千万唔当错过黄金的治疗期。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国父纪念馆哦，逐当拢会来办外国学生的华语演讲比赛。今年是有60外个人报名参加，有人分享因对台湾选举文化的看法咯，伊嘛拢针对台湾的社会提出真侪观察，咱做伙来听看卖。大家好，我是诺言，承诺的诺，我一定会兑现承诺，让各位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支持我，挺我，绝对不会失望。把家己当作参选人，自我介绍。来台湾2年外的美国籍留学生陆岩，用我来看台湾的选举文化做第一演讲。伊感觉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年纪都比美国少年真多，辩论的时嘛较无聊。讲到最近超无好势拿白合，感觉真特别。美国不太可能会有第三势力，两党就讨论合作的东西，我觉得哇，就出乎意料。陆岩对政治较有兴趣，才会为5个指定题目内底拣这个题目。来自英国的步青月才来台湾3个月，是对身份证顶头需要写性别真有兴趣。伊讲原地感觉无需要，不过研究了后煞感觉真要紧。如果有这个栏位，就可以满足其他的，就是所有的要求。参加演讲比赛60多位外国学生，讲到来台湾感觉上特别的一件代志。有人是讲看人咧捕槟榔，有人是食臭豆腐。敢若来自日本的二三线是讲到伊甲厝边的侧因纠纷，头一届放过。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台湾人长辈对我伸出援手，甚至在我要去地检师开庭的时候，还主动的说要来当我的口译。人生头一届放过是伫台湾，不过二三成功，因为有贵人斗相共，家在尾也无代志。来台湾一当，伊学到贵人这个心思，甲头一届知影真正有人会当无条件的帮助别人。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就是台南建成400档哦，会有真侪庆祝活动。咱5档搁再举办的台南国际电影节，嘛先推出一个大型的展览，伫水高社文化园区空祖庙等所在，搁有市中心的街头巷尾，展出超过20个艺术家350外百个电影作品哦。民众会当纳税市区，嘛透过影像来理解府城台南的文化底蕴。一张过一张珍贵的老相片伫壁顶做展示，是这些艺术家用几啊档记录大台南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古早的生活记忆、百年的宗教仪式，也是消息的建筑物等作品，拢互看甲目睭袂腻。台南国际电影节让5档搁再办，即个把作品搬出来到街头，主题嘛多元丰富，甚至有艺术家以改变做老母的定义来创作。这张相片嘛头届对外公开，来参加的民众讲看甲真够开。多了一些城市不一样的面貌，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它这些照片有一些都是我们平常就会看到的画面。小孩在我肚子里面，我应该有权利说他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就把这样一步一步把它拍下来。我站在前面拍我的肚子，你们看到的签名是相反的，用不同的角度，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有自主性的母亲？对水高社文化园区一路延伸到南门路顶4大展区，拢总有36位无共世代艺术家，展出超过350件的精彩作品，互民众用相片探索市景的变迁。出版单位讲，即摆伊嘛特别精选摄影的册，通互大家有全新的体验，嘛借此对册内底看到摄影家的创作观点。咱伫美术馆内面看到的即个方式的体验是无共的，咱市民来到遮会当看展览，嘛是会当用册的方式来读遮的图。消失的建筑物，消失的什么仪式、摄影，拢甲保留起来。过去已经可能看无啊。的物件，咱有一个想，咱来想讲应该安怎。展期到明年2月28，这个期间嘛是连续办导览甲讲座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主要用摄影来参大家做交陪，希望要互众人看到台南无共世代风采。记者伫台南采访报道。咱再来看中华的台语文创意园区哦，邀请林间国宝廖庆基老师的新团歌戏团演出长山过台湾的故事《梦断乌水沟》，来嘛做伙来欣赏。民兵对抗清兵，两兵镇压，互相过招，互观众看甲目睭无转轮。
这是由新团歌戏剧团带来的《梦断乌水沟》，搬出先人登山过台湾奋斗的故事，也有戏迷特别为台北走来中华看戏。我是台北人，专程来中华看戏，而且这出戏是我最喜意的戏文，就是《梦断乌水沟》啊。差不多看得要10届啊，拢看伊这团关系啊，拢会约因，若知影的拢会去啦。财团法人关怀文教基金会，逐年拢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免费的歌戏演出。今年邀请新团歌戏剧团团长廖庆基嘛来到现场，参民众同齐看戏。真侪歌戏汇演拢是采取到这个户外这个演出的这个情形。这种形态呢，对着这个去引导更广大这观众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方法。看戏的民众定定，人可足足。主办单位表示，真欢喜看到民众热情参与，希望透过活动展现传统戏曲甲台语的水，彰显早前庙埕看戏的热闹场面。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北市文化局昨公布信用路92号来做市定古迹，这个地点伫日本时代是一间个卖kimono布料的店家。有900档的壁面，各有商标，各有建筑物的外观拢保留甲真完整。那么做伙来看卖。台北兴隆路两边拢大楼，过路人来去去，所有一栋日本时代3层楼悬的100年老瓦厝，都点点踩伫路边。外观依然保留1912年红色用红家的日本装饰甲商标。台北市文化局表示，这栋建物上古早是一间谳雅商店，伫咧卖kimono布料甲装饰品。因为建筑物本身真有历史价值，把依头文化局来做市定古迹。就是日本时期是作为商家使用，所以这一条街只要是旧的建筑，其实都是商店。这条街其实在日治时期它是非常热闹的，它叫做荣町，就是繁荣的荣，然后荣町它就是有日本小银座之称，然后算是就是全台北市最热闹的一条街。兴隆路这搭真早就开发做商圈，日本时代更有全台第1间的百货公司菊园百货，附近更有几啊栋日本时代保存到代的古迹。在地居民对这附近有关保留较早的回忆。像这家就是卖衣服，2楼啊，那个是木板的，不是水泥的，这个很久了，还有那个门面啊，好像有一点特别啊。期待是有期待啦，嘛希望看我都最较古早，比如讲有啉茶的所在啦，有人安尼少年囡仔会来怀念这个古早，这个最热烈的时候，迄种场面伫的啦。台北市文化局表示，会先对结构来补强，未来古迹要安怎利用，要搁咧拍算。也毋过居民算是真烦恼，希望市府会当好好利用这个古迹，可以变做侪少年家愿意来观光的所在，带动当地的经济。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美国感恩节过就是买去长长棍，继续写落底50礼拜5。今年的经济有较好一寡，所以厂商拼业绩，敢若拜5迄天网络业绩就冲破100亿个美金咯。感恩节期间50礼拜5，民众透早6点进入曼哈顿的梅西百货，享受大好多折扣好看的优惠。本地人甲观光客拢来参加，享受人真济真闹热、节庆快乐的气氛。Amazing deals. There's 40% and 50% on most things. Good sales. There's good sales in there. It's more fun. It's more fun. We get to hang out with each other. We got the full experience. 今年50礼拜5实体店面人亲像无往年遐尼济，毋过个别旧年高通的碰撞，各家折扣有感觉，也是推动消费数字成长。即马还有较济交易转到线顶，研调机构 Adobe Analytics 追踪电商销售数据，显示50礼拜5即天，全美国的网购金额达到破纪录98亿美金，比去年同期成长7.5%，代表消费者真熬得算盘，听候上价折扣再来揭晓。另外嘛，预测年假过了后的27。网购礼拜1交易额看上120亿美金，比去年超过6%，是美国今年上大的电商购物日。
Shoppers are a little more savvy this year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So they're using technology like ChatGPT in order to build price aggregators across online websites to get the best price for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They're also having conversations with the AI technology to come up with ideas for what types of products may interest them, their loved ones, their family, and their friends. 乌色礼拜五本来是百货卖场年度销售活动，演变成全球性芒果嘉年华。电商头人亚马逊到推上有真大功劳。今年为17开始，连续有10天的折扣特卖。不过欧洲真济国的亚马逊成都员工，伫上无用的乌色礼拜五就月联合上演大罢工，抗议公司的做法，要争取更加悬的薪资条件。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公视台语台，好看电影，拢伫一台。人咧讲。